伫今年5月初日，有一只钓伤的保育类海龟刺壳仔，互发现伫咧基隆北斗仔渔港附近。民间团体赶紧甲伊送去桃园的海龟救伤中心治疗。这复原了后，今仔日也甲伊带回去基隆的条景保育区野放。一只刺壳仔的身躯顶要改装 GPS， 未来会透过 GPS 来追踪伊的状况。一大群人做伙搬一卡柑仔色的大卡桶，豆豆往基隆条景保育区去。大卡桶内底是今年5月，互人发现伫北斗仔渔港附近一只钓伤的保育类动物——大毛海龟，也就是刺壳仔。罗贝上到桃园市甲民间企业合作的海龟救伤中心治疗。我们收容了之后，做了一些基本的血液检查跟 X 光检查，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它在咽喉部分有一个鱼钩，就是金属物质啊，也有看到食道周围有一些小溃疡。那推测可能是鱼钩当时吞钩的时候造成的伤害。那后面就是我们少量喂食，然后慢慢增加它的食量。经过3个月的救治，恢复健康，保育人员豆豆啊，甲刺壳仔放入大海，刺壳就随收走，回去大自然。这只刺壳仔是由中华鲸豚协会通报的，长期咧帮助海洋动物救援的协会表示，伫北台湾因上接到石龟需要救援的事件，过来就是刺壳仔。那绿蜥龟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7件，然后带妹大概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占2件，有渔业活动缠绕的问题，然后再来就是垃圾的问题、船只撞击的问题等等。协会表示，迄当时伫北斗仔渔港除了一只刺壳仔，也有救援一只土灰鹅，但是野放了后，也是不幸死亡。这只刺壳仔估计野放了后，会登去北斗仔附近的生态地，伫伊身躯顶也已经装 GPS， 落尾会继续追踪伊的状况。记者郭文良凯，基隆报道。